这个人不简单，所以客家主席局听老辈咧传说，讲是大着公去来叫来，讲我大着公吼，下庙要起，你就来甲我起好势。所以内底业王的这个高枝烧，咱的雕刻，咱的这个石雕，拢非常非常的水，非常非常的美观。哦，这是第二特点。第三个特点，就是咱今仔日上白搭。一组绕境这个活动，这会使讲流传真久。所以，伫这个3月，台湾有2个姓氏，第一个姓氏就是客家乡，古早称呼客家乡，咱即摆演变到即摆，就是直接讲啦，上白搭一组绕境哦。第二个就是台南府社的亚妈祖。所以这2个活动会使讲，以这个台湾啊，这个民俗信仰、宗教界占一些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所以今仔日啦，我来讲解着，会使讲本来是干咱这个台南州甲高雄州，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已经有全省的庙来参与，尤其着咱这个社会现在。拢来甲咱赞助，我感觉讲这是大着工作伊的这个毅力所以今仔日啦，我非常欢喜，尤其看到咱客家主席乡伫这个政府伫这个发展，这嘛是大着工作好有所属所以今仔日伫遮，我毋敢占用的时间所以伫遮照顾我唔要工作。对啊，有效，咱这些也会运行咱收入常态公约，今我们当然非常第一，非常利落，可以各地的前人记录，大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再感谢，谢谢。前面条叫将军溪前往呢井水那条溪叫将军溪。非常感谢咱上白搭这件计划会，为咱出民馆市府来到咱上屯地块的大年，来担任着咱最终一年一度这摆中华民族的做节中的仪式，会主这个歌咱高主民民馆事务繁忙，有关半日时间来参加着咱主这种的宗教。